很开心在今天晚上我们可以一起来这殿中来敬拜赞美神，不管是在现场还是在线上，我们一起从座位上站立起来，我们来赞美我们的神。Amen。在历代志上16章25节说：“因耶和华为大，当受极大的赞美；他在万神之上，当受敬畏。”哈利路亚！我们一起来开口赞美我们的神，我们一起来拍手。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前来敬拜永远的君王。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大声宣告主荣耀降临。哈利路亚。敬拜永远的君王，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大声宣告主荣耀降临，荣耀尊贵，能力权柄归于你，你是我的救主，我的救赎，荣耀尊贵，能力权柄归于你，你是配的，你是配的，你是配的，我的敬拜。这神是让我们赞美的神，阿们吗？ Amen。神是有极大能力的神，阿们吗？哎，让我们继续来赞美他。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前来敬拜永远的君王。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大声宣告主荣耀降临，荣耀尊贵，能力权柄归于你，你是我的救主，我的救赎，荣耀尊贵，能力权柄归于你，你是配的，你是配的，你是配的，我的敬拜。弟兄姐妹，我们要来到主的面前，我们一起来颂赞我们的救主。我们先来读一段的经文，记载在以斯拉记第1章第2节，我们一起来宣告说：这是波斯皇帝塞鲁士的命令。上主天上的上帝使我做了全世界的统治者。他要我负责在犹大的耶路撒冷为他建造一座殿宇。愿上帝与你们这些作为他子民的同在。你们要到犹大的耶路撒冷去，重建上主以色列上帝的圣殿。他是在耶路撒冷受敬拜的上帝。弟兄姐妹，我们来思想说，这位神是怎样的一位神呢？当时候掌管统管当时候世界的这个塞鲁士王啊，他说，上帝给他有这样的权柄，也激动他的心，愿意来呼召他，允许他的子民能够回到耶路撒冷，为上帝来建造圣殿。所以也透过他下诏，能够让这些百姓从被掳当中，可以自由的回到上帝的所应许他们的地方啊。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来想看看，这位神是怎样一位神？他是掌管人心、掌管王的心，他是激动人能够回应他的呼召的神。他激动了你吗？他也应许我们在被掳当中、不自由当中，能够成为自由的，能够回到他的面前，
来建造神的殿，岂不是说我们自己吗？我们一起来祷告，开口来祷告，来称颂这位掌管人心、激动人心，也允许人能够得自由的神。我们开口同声来祷告。哈利路亚！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你是造天造地，你是造生命的主，你是激动人心，你知道王的权柄是从你而来。主啊，你激动人的心，主啊，让人能回转归向你，让人能够成就应许的就是你。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当我们同心合意在这边敬拜赞美，称颂你的名。主啊，你那掌管万有的权柄就赐给你的子民，是在我们当中，让我们口称主，你是我们的主，你是我们神，我们的好处不在你以外。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让我们透过这一段的经文知道，国王的权柄是从你而来。是你所赏识，你也激动他的心，让他知道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是依靠万军之耶和华的灵方能够成事哦。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你不但激动了王的心，你也激动了百姓的心，来回应你透过这塞鲁士王的呼召，愿你来激动我们的心，也能够回应你的呼召，来为你来建造圣殿。主啊，我们知道我们是你的殿，我们应该建造是荣耀神你的殿，我们要建造是得神喜悦的殿。愿你来赐福激动我们，也能够回应你在我们生命当中所应许赐下的，能够回转归向你，能够自由来敬拜你。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将一切的赞美荣耀都归给你，至圣的君王，我们的主，因为我们要宣告我们的好处不在你以外。我们这样祷告，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荣耀尊贵，美丽无比，神的儿子。耶稣啊，耶稣，荣耀尊贵，美丽无比，神的儿子，耶稣，我的主，荣耀尊贵，能力权柄归你，你是我的救主。我的救赎，荣耀尊贵，能力权柄归你。你是配的，你是配的，你是配的，我的敬拜。是神啊，你是配得我们的敬拜，我们拍掌将掌声献给在天上的父。哈利路亚。主啊，谢谢你，谢谢你，让我们在患难中，你是我们随时的帮助。求主更多的来到我们当中。圣经里面说，天父何等爱我，不管做对做错，爱我一样多。认识你之后，不再为自己活，愿神灵帮助我，能经历你更多。深不见底爱，没有别处能找到。爱你心想造我，深深认识我每一根头发，天父你都细数过，恩典如繁星一样多。圣经里面说，天父何等爱我，
做错，爱我一样多。认识你之后，不再为自己活。愿神灵帮助我，能经历你更多。深不见底的爱，没有别处能找到。按你心想造我，深深认识我，我每一根头发，天赋你都细数过。恩典如繁星一样多，深不见底的爱，没有别处能找到。按你心想造我，深深认识我，我每一根头发，天赋你都细数过。恩典如繁星一样多，深不见底的爱，没有别处能找到。按你心想造我，深深认识我，我每一根头发，天赋你都细数过。恩典如繁星一样多。的天父，你这么爱我们，有多爱呢？我们的头发有多少，你就爱我们多少。有时候我们对自己都觉得烦，怎么一下子这个错，一下子那个做得不好，一下子我们又是犯同样的错，但主，你竟然这么爱我们。我们原来这么不配，但主啊，你看我们为宝贝，因为你就是用深不见底的爱来爱我们，这是别处不能找得到的。既然看不见这个爱，主啊，我们就透过你的话语，我们再一次来确认，主你是超越这时空，主啊，你是从过去现在到未来，你都持续要爱我们的主。我们要来数算主你的恩典，好不好？我们一起来读上帝的话，让我们数算神的恩典，我们是有根有基的哦。我们一起来看以斯拉记1章4节，好不好？我们如果可以，我们一起来读，因为神的应许跟应验就在这当中。我们一起来，如果在流亡的子民中有需要帮助才能回去的，邻居要帮助他们，给他们金银物品、牲畜，也要为耶路撒冷上帝圣殿献上志愿祭。所有的邻居都帮助他们，拿银器、金子、物品、牲畜和其他值钱的礼物给他们。另外还有自愿为圣殿奉献的礼物。塞鲁士皇帝把以前布甲尼撒王从耶路撒冷上主的圣殿掠夺来，放在自己神庙中的杯碗还给他们。亲爱的弟兄姐妹，就这几节，我们有没有看到神对我们的应许？我们按照这样子来数上恩典。如果在流亡的子民中，我们是流亡的子民吗？我们现在的心在哪里呢？我们是不是要回到神的圣殿？我们是不是已经许久没有在这个圣殿来祷告呢？好不好？我们也跟着以斯拉记，我们要重回，我们要归回。而当我们归回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好像空，我们好像没有什么能力，我们好像没有什么，但主要调动所有的邻居都要来帮助他们，都要来帮助我们，还有那个曾经抓我们走的那些敌人，竟然塞鲁士皇帝要把以前尼布甲尼撒王所掠夺的也要还出来，也要还给我们。亲爱的弟兄姐妹，好不好？我们就来见证这位主，这一位神，他这么爱我们，
我们不能明白，但我们每一次用神的话语，我们就越来越明白，越来越明白，好不好？我们开口，我们来数算恩典，数算神在我们落难的时候，他怎么来拯救我们。我们开口来数算神的恩典吧。哈利路亚，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谢谢你，谢谢你先爱我们，在那流亡的地方，怎样？主是的，主你自己按照那时候那时机，主你就把我们拯救回来。主啊，你让我们被掳在，也让我们能够归回。谢谢你在那个对的时候，主啊，你也让我们的心真的是调整在对的地方。我们再次献上感谢，因为主你的恩典是如此的奇妙。主啊，当我们以为走投无路的时候，主啊，你就调动万有，主啊，使我们能够归回归向你。所以我们献上感谢，主啊，那些看得见的金银财宝，主啊，那些都是主你可以给的期待，主你却要用所有的邻居来帮助我们，主啊，使我们更知道你是唯一这一位王。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那敌人所掳走的，主你已归还。主啊，我们为此献上感谢，也知道你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哈利路亚，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是这一位调动万有爱我们的主啊，你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我们真的无法测度。但主，我们每一次看你的话语，主啊，特别从以斯拉记，主啊，我们就只有说，主啊，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主啊，我们每一次来数算恩典主的时候，主，我们就看见我们身上那个有的，那个被我们忽略的，主啊，你早就已经应许给我们，也在我们身上，但我们总是看不见，我们眼睛总是看别人有的。主，我们恳求你赦免我们，主啊，让我们再次把我们的眼睛归向你。我们数算恩典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主你调动万有，我们的邻居要帮助我们，那敌对我们的也要帮助我们。主啊，让我们都能够归回到你的面前，归回在你的圣殿，我们重新校正，来到那正确的位置。主啊，我们就在那恩典的位置，我们就要献上我们的赞美跟感谢。我们这样祈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深不见底的爱，没有别处能找到。按你心上造我，深深认识我每一根头发，天父你都细数过，恩典如繁星一样多，恩典如繁星一样多。是的，谢谢阿爸父，主啊，你永远如此深爱着我，主啊，让我们总是可以得到你的应许，得到你的恩典。你的恩典真的是如繁星一样多，主啊，我愿意更多的追随你到底。我们愿意紧紧跟随你，求主继续赐下我们那不放弃的勇气，让我们可以在这条道路上继续的奔跑。谢谢主，我们更多的来敬拜。用我全人全心敬拜你，用我全人全心敬拜你。不管生命有多少问题，你的爱使我重新得力。我全心全意来爱你，用我全心全意来爱你，因为你拯救我的生命，让我一生从此有意。我愿一生紧紧跟随你，尽管有风雨，仍然不放弃。
是的，主啊，我愿意跟随你到底。用我全心全意来爱你，用我全心全意来爱你，因为你拯救我的生命，让我一生从此有意义。我愿一生紧紧跟随你，尽管有风雨，仍然不放弃。求你在每一天给我勇气，这一生跟随你到底。我愿一生紧紧跟随你，尽管有风雨，仍然不放弃。求你在每一天给我勇气，这一生跟随你到底。相信你的应许，走在你计划里，依靠你的膀臂不放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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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愿一生紧紧跟随你，尽管有风雨，仍然不放弃。求你在每一天给我勇气，这一生跟随你到底。我愿一生紧紧跟随你，尽管有风雨，仍然不放弃。求你在每一天给我勇气，这一生跟随你到底。求你在每一天给我勇气，这一生跟随你到底。我们要来读诗篇19篇12到13节，我们一起来读。谁能看见自己的过错呢？求你宽恕我无意的过失，求你使我不至于故意犯罪，不容许罪恶支配我，这样我就能成为无可指责的人，免犯悖逆重罪。我们要来到主的面前，恳求主的赦免。在这段经文当中呢，特别我们最近读到以斯拉记，谁能够看见自己的过错呢？我们可能很多时候，那真实的过错，并不是因着我们做了什么样的错事，可能是我们将一件事情看得比我们的主还要来得大。我们不喜欢的人，不喜欢的事，不是我们自己愿意却遭受的祸患，却在那个困境当中，或许成为了我们生命中比主还要重要的事，比主更大的事，
那我们要求主来帮助我们，没有任何事物能够阻挡我们的主对我们的爱，也没有任何事物能够大过主他的心意。我们求主来帮助我们，真的是回转向他，帮助我们看见我们很深层里面那个不合神心意的情绪，不合神心意的心意，不合神心意的框架，不合神心意的比较，不合神心意的放弃。求主帮助我们赦免我们的罪，让我们再一次回到他的面前。当我们能够看见我们自己的过错，那也是我们要经历赦免的时刻。因为主的心意是要使万人得救，他不愿一人沉沦，他不愿一人在那个罪恶，在那个重担当中，他要拯救我们，帮助我们。一起开口来线上祷告，恳求主来帮助我们，一起开口来祷告。主耶稣，谢谢你带领我们来到你的面前，谢谢你的恩典在我们当中。主啊，谢谢你帮助我们。主啊，谢谢你预备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你的恩典在我们当中，你使我们的生命更多来经历你。谢谢。主啊，谢谢你，谢谢你。主啊，你的恩典让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啊，谢谢你。我们要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来向你来求来宽恕、赦免的罪、赦免的这样的恩赐。当我们来到你的面前的时候，我们会看见我们是一个有罪的罪人。因为唯有在神的面前，我们才能够真正来到你面前，求你赦免我们的罪，然后叫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各自都你帮助我们，帮助我们走在那个正道上面，帮助我们走在那合神心意的道路上面，让我们说话帮助人，让我们看有帮助的事，让我们听对我们有益处的事，让我们说出能够造就人的话。谢谢主，相信你的应许，走在你计划里，依靠你的膀臂不放弃，相信你的应许，走在你计划里，依靠你的膀臂不放弃，相信你，相信你的应许，走在你计划里，依靠你的膀臂不放弃，相信你的应许，走在你计划里，依靠你的膀臂不放弃。我愿一生紧紧跟随你，尽管有风雨，仍然不放弃。求你在每一天给我勇气，这一生跟随你到底。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这是我们的祷告，这是我们恳求主你赦免我们的祷告，这是我们再次转向你、相信你的祷告，这是我们再次恳求主使我们有勇气来跟随你的祷告。主，谢谢你预备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也让我们参与在你祷告当中，更是参与在你永恒的计划里面。谢谢你的恩典临到我们今天，主，你的圣灵要大大充满每一个来到面前寻求的人。每一次我们转向在你面前，主，你的话语就在主你圣灵带领当中运行在此时此地。我们在祷告的任何一处，主，你与我们同在，你应许要赦免我们，你也让我们要在你的应许当中重新得力。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阿们。阿们。让我们一起来为我们的国家恳求保护连续，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来读诗篇18篇1到2节，备来。上主啊，你是我的力量，我多么敬爱你。上主是保护我的岩石和堡垒，
我的上帝是掩蔽我的避难所，是我的盾牌，拯救我的力量，是保护我的要塞。让我们一起来为我们的国家一起来祷告，求主赐下智慧给总统和执政团队，在各样的局势当中，我们现在面对的疫情的升温，还有边境的开放，还有更重要的是我们的对岸中国军队，他们意图以武力跟经济要来扰乱我们的台湾的这样的危机，让我们的总统跟执政团队能够做出正确的判断，辨别是非，行上帝眼中看为正的事，也为着疫情下这些所有无论是外交、内政、国防、防疫、医疗的应变，求主也能够借着年底的地方公职的大选，让这些人都能够秉公义的来掌权，也为着仍有许多的年轻人在柬埔寨那边仍然被骗，仍然被卖，求神也能够保守他们。还有我们在花莲地震后的这些重建的恢复和居住的安全，让上帝的平安能够代替人民心中的恐惧。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为着这些事情，我们来开口来祷告，我们一起开口来祷告，为国家来祷告，为我们的社会来祷告，一起开口来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主，你是掌管万有的主，主啊，你亲自掌权在我们当中，你是我们的主，你是我们的王，你是让我们能够在各样的挑战中，在困境当中，在人认为不可能的里面，来经历主你凡事都可能的事。主啊，就是带来那平安的事，带来那神公义的事，带来你眼中看为正的事。主啊，恳求主你来保守台湾，在这个疫情的升温当中，人心仍然有从你来的盼望跟平安。主啊，也让我们懂得保守自己的健康，更是在这样的台湾的处境当中，主啊，恳求主你保守，透过选举，透过执政掌权者，领受你的智慧，有敬畏神的心，有公义的判断，有这样的一个作为在人民当中。恳求主你也来保守，在那个不公义的角落，在那个正在遇到灾祸的角落，无论是地震，无论是因着诈骗去到柬埔寨，无论是在这个国家因着这些经济而受到影响的，恳求主你都来帮助，都来掌权，使人的心因为有主你来经历。创造宇宙万物的主，也是造我们的主，我们谢谢你，主，我们相信你是全人类的主，你不仅仅创造我们，你也创造了那些不认识你的人。这宇宙、这社会、这地球，全部都是你所造。主，让我们知道，我们每一个人都会遇见困难，我们都会遇见问题。最重要的是，我们有没有谦卑？我们是不是认识神？主，我们知道我们这个社会需要神，需要去更多的人来认识神，因为唯有我们透过认识神，我们才能够去谦卑我们自己，我们才能够去求，能够知道我们有一个大君王，我们当要向你来祈求，从你天上而来所赐下的那个信心、勇气、盼望跟智慧。主，我们也要为着我们的国家社会来祷告，我们的执政者来祷告，许多人不认识你，主，我们要为他们来祷告，为他们能够得着听见这样的福音来祷告。我们能够为着他们的智慧、他们的信心来祷告，求神你就从我们的总统、行政院长，还有我们的每一个县市的首长，都求神你亲自的保守他们，赐给他们有谦卑怜悯的心意，求神赐给他们有信心、有勇气，更有从神你而来的智慧，让他们在处理这些所有的内政、外交、疫情，还有这些天灾地变上面所遇到的种种困难，都有从神你而来的智慧跟教导，让他们能够做出来的是秉公义、好怜悯的事情，让他们能够不认识你，也能够行出那爱人民的心意，那谦卑的心意，以及愿意来服侍人的这样的心意。求神祝福我们的国家台湾这个社会，我们这个岛屿，让我们的国家都充满着
那个好公义、爱怜悯的这样的一个心意，让我们的国家是一个充满有爱的一个地方，让台湾成为一个有爱的一个国家，有一个有爱的岛屿。谢谢主，我们这样祷告，奉靠主耶稣的名 ，Amen。让我们一起也为着国际的守望来祷告。我们一起来读马太福音24章6到7节。你们会听见附近打仗的风声和远方战争的消息，你们不用害怕，这种事必然发生。但这不是说历史的终点已经到了。一个民族要跟另一个民族征战，一个国家要攻打另一个国家，到处会有饥荒和地震。让我们一起为着这个国际的情势来守望祷告。我们是每一个人都是这个地球上的公民。我们不仅仅要为我们自己祷告，我们不仅要为我们的国家祷告，我们要为着所有的国际来祷告，为着乌俄的战争能够平息，让普丁能够停止用核武的威胁，让和平能够在我们这个地球上面永远长存。也为着台海、南海还有黄海区域整个安全的问题，尤其是北韩他们所做的一些事，也为着能够参与一带一路的这些国家所面临到的经济的危机还有恐慌，北韩试射弹道飞弹，造成这个黄海、台海的这些的紧张，也为着地球的暖化、温室效应、全球的灾难，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一起为着我们这个地球来尽一份心力，来为这个地球来祷告，一起开口来祷告，为着哈利路亚，主，我们谢谢你，主，我们要在这边，主，我们要再一次的，主啊，为着我们所居住的这个地球来祷告。谢谢你赐给我们这样的一个地方，让我们可以居住，让我们享有主你的爱。总统都有这样的行使野念，他们的长子、他们的执政长官都有这样子来从那公义的想法、用公义的眼光来看待，从每个国家、每个人民，求你看顾，是吧？即使我们身在和平的台湾，但是在许多的地方仍然遭受战争的威胁、飞弹的迫害。求你兴起我们，也兴起在各个地方的基督徒，都能为这些国家带来真实的平安事。使每个国家都能够平安和平的相处。在这个世界是需要爱，是需要彼此相持、彼此扶持的，而不是透过这些武器，也透过这些威吓而造成我们彼此的隔阂、与你的隔阂。求你破除一切的障碍，也求你恢复我们，让你们的人都能够走入你真实的平安的地方。谢谢。来祷告，帮助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个爱好和平的人，每一个人都是都是存怜悯、好慈悲心的人。谢谢你，主耶稣，我们谢谢你，谢谢你让我们在这个你所创造给我们这个美好又漂亮又美丽的一个地球，让我们在这边来居住。主，谢谢你。当我们在这边，主，我们要先向你来认罪，因为我们许多的人不认识你，我们许多人不够认识你，以至于我们犯了很多的错误，犯了很多的过犯。我们自高，我们狂傲，我们不愿意多为别人想，以至于我们在这个地球上面出现了许许多多的不应该发生的这些的困扰。我们相信这都不是从神你而来，这都是因为我们人犯了错。我们祈求神，你就在我们这个每一个人的身上来教导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每一个人的过犯是什么，帮助我们这个国际，我们在这个地球上面的这些情势，乌俄的战争，主求神你就将你的智慧，你那好怜悯、慈爱的心，就带领着普丁，让他帮助他，让他知道他该要停止动用核武的威胁，让他的心常存一个好怜悯、好慈爱的心意在他的心里面，让他赶快的停止他所做的一切的过错。也求神你能够帮助在我们所住的这个台湾的附近，台海、南海、
黄海这些区域上面的安全，帮助我们每一个国家的领导人，在这区域当中的领导人，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智慧，去寻求智慧，去做出最好的决定，使我们在这个地方居住能够得到安全，也能够得到平安。我们也为着那一些许多的国家参与在这一带一路，现在他们面临到许多的经济上面的危机跟恐慌，求神帮助他们的领导人，帮助他们的领导人能够寻求你，能够寻求那更高的智慧，好叫他们能够带领他们的国家能够脱离这个危机跟恐慌。也为着我们的北韩的领导人金正恩来祷告，他不认识你，但我们要为他来祷告，因为你是创造他的。求神你亲自就在金正恩的身上，在他的周围都安排许多的人，能够来帮助他能够成为也能够成为那爱好和平的人，是有智慧的人，做出正确的判断，是一个爱地球的人。最后，主，我们要为着我们的地球暖化，我们来祷告，求神帮助我们每一个居住在这地球上面的每一个公民，我们都尽我们自己的最大的力量，去爱这个神你所赐给我们的这个地球，让我们在这个你所赐的这个美好的地球上面，我们安居乐业。谢谢主，你爱我们，赏赐给我们这么多，让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如此祷告，也都是奉主耶稣的名，阿们。好，大家请坐。好，有这么一群人，他在大家对疫情的出现彷徨无助的时候，他们选择挺身而出。然后也有这么一群人，他们正在全力的拯救，不论是在生病当中或是受伤的每个生命。那这一群人就是正在第一线的医护和防疫人员。那我们更需要成为他们的帮补，来支持他们，鼓励他们，也要为他们守望祷告。那我们一起来念诗篇91篇1到3节，说：反向至高者寻求安全，住在全能者庇荫下的人，都可以向上主说：你是我的避难所，是我的堡垒，你是我的上帝，我信靠你。他要救你脱离一切隐患，脱离一切致命的瘟疫。好，那大家我们一起来为医护及防疫人员祷告，为他们在第一线照顾我们的时候会疲乏会软弱，求神带领他们能够重新得力，也让政府还有我们能够更重视他们的待遇，也在他们在第一线为我们守护疫情的时候会有感染的风险，带领他们有全备的军装，能够抵挡感染。最后也为医疗资源及人力的短缺，释放他们心里的内在压力与恐惧。让我们一起同声来开口祷告。亲爱的主，主啊，就如同你经文当中说的，你是他们的避难所，主啊，你是他们的堡垒，因为主你是他们，你是我们的上帝。求你带领我们，在这些主啊疾病，在这疫情主啊正在伤害的彼此在攻击的时候，主啊，我们能够同心协力，能够团结的来对抗疫情，而不是主啊带领我们能够越来越分离。主啊，让我们的心能够透过疫情而转向你，使我们知道，主唯有你还是我们的堡垒，你是我们的避难所，还有你是我们爱的源头，带领我们能够持续的来帮助彼此，帮助我们的家人，还有扶持这些医护及防疫人员。主啊，求你看顾和带领，谢谢主。
赐下平安的主，谢谢你，你在经文当中告诉我们，主啊，你是我们医护防疫人员，还有我们每个人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堡垒，还有你是我们的上帝，主啊，谢谢你赐下我们有从你而来真实的平安，使我们不忧愁不胆怯。主啊，也求你看顾，随着疫情的扩散，医护人员会有许多的担忧和压力。主啊，求你看顾他们，能够在我们社会大众的重视下，政府的重视下，他们能够得到我们的帮助，能够不是知道他们不是自己在面对疫情，而是我们还有阿爸父你正在陪着他们一起面对疫情。所以求你挪去他们心中的忧愁和恐惧，使他们能够重新得力，让他们能够经历主，你是平安的主。谢谢主，孩子们感谢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接下来，我们要为了生活经济受冲击的人民与商家一起来祷告。首先，我们一起来读诗篇65篇第11到13节。来，我们开口来，同声来领读。是否是？说你足迹所及，百业务丰饶，牧场上牛羊成群，山岭间欢声载道，牛羊漫山遍野，谷物满坑满谷，万象欢呼高唱。我们现在要为了生活经济受到冲击的人民与商家来祷告。首先，在这个疫情其实这么长的一段时间，以及现在世界的一个经济的轨局的一个变化下，现在可能疫情这么长久，那可能有很多商家、很多人民可能因为疫情的关系而没了工作，那或者是可能商家或许因此而倒闭。那现在世界的经济可能因为战争的关系，可能中共在逼迫，或者是说像刚提到的这个北韩的一个在试射飞弹等等的这些影响下，世界的经济也是变得非常的诡谲。那我们还是要来求神的能够开我们的眼光、智慧，让我们能够有平安与信心。我们也要求主，让我们有能力来主是有能力来重整这一切的。那让我们能够恢复失去的我们之前所拥有的工作、我们的财务，以及我们与人的关系、与我们动物或者是与其他的关系，还有我们物资和盼望，我们都希望能够主来重整这一切。我们一起来祷告。上帝是你所赐的，所以在疫情之下，主，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来呼求你，主啊，特别是在整个疫情所带来的这一些的经济的危机，主啊，这一些的人员的短少，主，我们都恳求你来施恩赐福，特别是在整个这样的一个疫情诡变的当中。让我们的弟兄姐妹、让人民都知道来寻求你，来敬畏你。主，敬畏你，无论大小，你必赐福。主，这是你的应许，求你来施恩赐福，让来寻求你的人认识你、敬畏你，就有这样的一个翻转，这样的一个盼望。主，我们奉里面来恳求你施恩赐福，你的圣灵就充满在人的心里面。能够回转来归向你，是给人能够重新得力，来到寻求你的面。主，知道万物这些资源都是从你而来，你所赐下的。主啊，我们恳求你施恩赐福在我们当中。哈利路亚！开启人的心窍，让能够有这样的创意，能够来领受神你有赐福的恩典，恢复在他们的库房。在他们的手所做的一切的这些的生财工具都被祝福。哈利路亚，主，感谢你。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赞美你，哈利路亚。
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在我们这一段疫情的当中，能够继续的保守看顾我们，主啊，因为这疫情这么长久以来的时间，已经造成了很多人的一个损失，跟很多商家的一个损失，甚至倒闭。主啊，我们求你，让我们有新的眼光，能够看到未来，我们看到新的商机，看到我们能够做的事情。主啊，谢谢你，我们也要求你赏赐给我们智慧，让我们也能够得到平安与信心。主啊，谢谢你。主啊，我们知道主你是掌权的主，你是万王之王，你有能力来重整这一切。那也求你保守我们能够恢复所失去的，我们的工作、我们的金钱、我们与人的关系等等的。主啊，你说你是福使年岁丰收，你足迹所及百物丰饶。牧场上牛羊成群，山岭间欢声载道，牛羊漫山遍野，谷物满坑满谷，万象欢呼高唱。主啊，谢谢你，谢谢你，感谢你的应许。主啊，谢谢你，让我们能够得到这一切。主啊，谢谢你，我们这样祈求祷告是奉靠主耶稣的名求，阿们。弟兄姐妹，我们要继续来到主的面前，能够来为我们弟兄姐妹的身心灵来祷告。其实圣经也告诉我们说，若有一个肢体受苦了，那所有的肢体就怎样一同受苦啊。如果一个肢体得荣耀，所有的肢体怎样一同快乐。所以弟兄姐妹，这是上帝的话告诉我们，所以我们要彼此来相顾，彼此来代祷。所以我们用这段的经文一起来宣告说：亲爱的朋友，我祝你事事顺利，身体健康，正如你灵性健全一样。弟兄姐妹，我们要特别是为了我们弟兄姐妹，特别最近我们有一些的弟兄姐妹在开刀在做化疗，在做这些的疗程我们没有办法去体会他们那种受苦，但是圣灵提醒我们说，当他们受苦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能够为他们祝福，好像我们所有的肢体都在受苦一样，那种感同身受的心我们奉主名来祝福他们，能够领受上帝医治的大能，也让他们能够在接受这些的医疗之后，能够很快的恢复他们的身心灵的整全，特别是在灵里面那一些的健康，我们奉主的名来祝福。我们知道，在整个医疗的过程当中，照护者是非常辛苦的有时候要面对这些的这个病痛者可能他们的脾气、他们的情绪我们照顾者还要包容还要可能受到他们情绪的波及所以奉主名来祝福我们每一位这些的受苦者或者是陪伴者照顾者让他们依然有神的爱、包容、忍耐在他们里面。特别我们要祝福失去亲人的特别为了钟俊成这个家庭来祷告，让他们的妻儿能够真的是抓住这样永恒的应许在失去亲人的哀伤当中得着安慰，不止得着安慰，也得着属天的救恩跟神的盼望。弟兄姐妹，邀请大家一起开口同声来祷告。哈利路亚！主，我们奉你名来到你圣的面前。主啊，我们在看见弟兄姐妹在受苦的当中，我们有时候没有办法去感受他们的痛苦。主啊，你的话也告诉我们说，一个肢体痛苦，我们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受苦，一同来痛苦。主啊，我们看见一个肢体得荣耀，被兴盛了，被扶持了。主，我们的心就一同快乐。主，我们感谢赞美，求你医治的大能充满在弟兄姐妹身上，
哦，主啊，特别我们为青中弟兄，为我们中贤哥，为这些正在医疗的秀芬姐，为了我们这些正在病痛当中承受那些苦痛的弟兄姐妹。主啊，你为他们所钉的这样的钉伤，主啊，为他们所受的鞭伤他们要得医治，他们要得平安。主，我们奉你名来祝福我们的弟兄姐妹。知道当渴慕你、寻求你的时候，你的医治就临到他们的，你的安慰就临到他们。主啊，你的扶持就临到他们，你的供应就临到他们。主啊，我们恳求你的圣灵就充满。即使在受苦的当中，他们依然的靠着主加给他们的力量，能够凡事去面对。即使是在困境的当中，即使是在软弱的当中，他们依然靠主，在苦难中有喜乐，苦难中有平安。主啊，谢谢你，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你的话也告诉我们说，我们如何感同身受我们弟兄姐妹在苦痛当中的这样的痛苦。主啊，让我们有这样同理到他们内在的痛苦，也奉你名来祝福，让你属天医治的大能，透过医生这些的医疗来恢复帮助他们身心灵的整全。释放他们在圣灵的同在里面，灵魂体要得着自由，而使你的圣灵与他们同在，你的自由就与他们同在，你的医治就与他们同在，你的盼望就与他们同在。他们在困境的当中，何时依靠你，他们就苦难中有大喜乐。主，我们奉你名恳求你医治的大能充满。主啊，我们也恳求你来祝福赐福在这一些的家人们。主啊，当他们在陪伴的过程当中，他们可能要忍受从患者来的这些情绪的伤害、情绪的波及，求你赐给他们有这样忍耐、包容的心。所以我们特别为了世上的亲人这一些的家庭来祝福来祷告。所以我们特别为了君神弟兄他的家庭，主啊，为了他的太太，为了他的儿女们，主啊，在这哀伤的过程当中，依然看见神给他们有安慰、有盼望、有对未来的憧憬。主啊，让他们知道神你爱他们，让他们知道有一天可以在天上再相见。主啊，我们奉你名祝福，让我们在教会能够成为彼此相顾、彼此代祷，也让他们能够感同身受到神透过弟兄姐妹的安慰、扶持与祝福。愿你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我们是一群被主呼召，我们是一群听见神声音的人聚集的地方，这就叫做教会。我们听见神的声音吗？我们听见神的声音是一样的声音吗？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既然是一群被呼召出来的，我们就要一起听见神的声音，恳求神来帮助我们。我们透过祷告，我们向神求，我们也透过祷告，我们来听见神在我们当中的话。我们一起来读以弗所书5章26到27节，这样说，他这样做是要借着他的话，用水来洁净教会，使他荣美圣洁，没有瑕疵，没有任何污点或皱纹，好献给自己。亲爱弟兄姐妹，我们需要的是，我们信徒之间，我们首要是要灵命要更新，我们要重新合一，建立基督的身体。所以我们要为教会合一来祷告，我们要为我们神给我们一个新堂让我们在新坛可以来聚集。我们是要来高举神的圣名，因为一切所做的是要荣神，要益人，也为这些验收的工程，为领袖的神所兴起的这一批的领袖，恳求圣灵跟神的能力来充满我们的教会。我们要为这57周年，我们要敬拜，要荣耀的是我们在基督的肢体里，我们是合一的。我们要向这世代，特别是这世代的年轻人，他们是受伤的这世代，让他们能够感受到神的爱，透过社区、牧区连结在一起，我们可以赢得这些灵魂，因为神的心意就是不愿意有一个人沉沦。我们要恳求神来供应，让我们的教会真的是能够忠心慷慨的给予，
透过社区，让他们能够领受，然后来成为愿意受洗，为11月要受洗的弟兄姐妹的信心，求神来带领，也为新选出来的长职，还有我们协会的这个理监事志工大队，因为神的心意就是要我们起来，要忠心的到世界各地分享基督的福音，好不好，弟兄姐妹？我们为每一个教会的领袖来祷告，愿其心思意念都对准了其，让我们有合一的心，就是我们行神的智慧、谦卑跟力量，而不是我们自己想要说什么，我们要做什么，乃是恳求神加添给我们力量，保护教会免受敌人的攻击，让我们能够合一，也恳求圣灵、上帝来唤醒教会。主啊，让我们激励我们起来祷告，我们起来行动。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开口来祷告吧。哈利路亚！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我们要为我们的教会来祷告。主啊，因为你就是教会的头。主啊，我们是一群被你呼召出来的。主啊，但是我们只有少数人听见。主啊，我们这个教会，主啊，教会是一群人，不是少数的人。主啊，我们恳求你，主啊，你来唤醒，主啊，唤醒那些沉睡的。主啊，你恳求你再次来坚固我们，特别是让我们弟兄姐妹来到你圣的宝座面前的时候，主，我们就会看见神你的同在，看见神你恢复我们在这样的一个敬拜的祭坛，主，我们里面来祝福这个新堂，主，是一个宣教的中心，是一个能够使人归向你的地方，主，是一个年轻人、儿童来归向你的地方，主，奉你名来祝福，因为新堂在那里，那一栋的大楼就被祝福，主啊，因为你的同在，那一栋大楼的这些年轻人的心就被你来得着。主，我们奉你名来祝福，主啊，让我们透过社区牧区的连结带来牧养，带来看见他们的需要。主啊，为了这些弟兄姐妹，他们预备的心好了，来到你的面前，要领受你的救恩。主啊，透过我们弟兄姐妹受呼召、受激动，起来服侍你，成为长子来牧养这些弟兄姐妹就透过社区这理监事，成为窗口，进入到城市，进入到校园，进入到社区，奉你名来祝福，求你施赐福在我们当中，让你的荣耀充满在我们的教会，充满在这个社区，充满在每一位弟兄姐妹身上，充满在这长子的同工的身上。哈利路亚，主，感谢你。主啊，一向迦南教会是一个祷告的教会，这57年来，主啊，这个祷告祭坛的火从来没有熄掉过。主啊，你再次来吸引我们到你祷告的这个祭坛里。主啊，我们仰望你，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再次来兴起我们使我们迈向那57年、58年。我们就起来迈向那主你给我们的年日，使我们天天主我们高举十字架，高举主你是复活的大能，高举迦南教会这是社区的一个灯塔，因为这世代黑暗要的是主你盼望之光。谢谢主，我们这样祈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们要继续来祷告，为基督徒被兴起成为守望者来祷告。我们要一起来读彼得前书5章8到9节，要警醒戒备，你们的仇敌魔鬼正像咆哮的狮子走来走去，搜索可吞吃的人。你们要信心坚定，抗拒他，因为你们知道全世界信主的弟兄姐妹们也都在经历同样的苦难。我们在全世界当中有很多的基督徒，其实在台湾我们都知道，我们是一个信仰比较开放、比较自由的地方，但是有很多地方的基督徒真的是在遇见那个逼迫、遇见那个压制。我们求神也帮助我们，虽然我们在一个看似信仰自由的地方，但是也同样的。我们有很多的挑战、试探跟诱惑，恳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迎接神荣耀的作为，也败坏撒旦的诡计，特别是
在我们的家中，在我们的信仰群体当中，败坏撒旦那个分离的轨迹，败坏撒旦那个在我们内心里面好像在播种，好像要让我们的心去存那个恶心的轨迹。恳求主也兴起代祷的勇士，就像今天我们坐在这里，在线上，我们一起要来代祷，我们一起要来祷告，让我们代祷者，我们自己先来顺服神的主权。透过我们的祷告，神要兴起弟兄姐妹；透过我们的祷告，要堵住那个撒旦魔鬼的诡计，要堵住那个破口；透过我们的祷告，要捆绑那个不属神的思想离开我们当中；透过我们的祷告，神的盼望就要临到我们当中。我们就在这个时刻，我们一起开口来祷告。耶稣，谢谢你与我们同在，你持续的带领在我们当中。哈利路亚！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恳求你神束缚在我们当中。哈利路亚！你的大能来败坏这些黑暗权势在掌权。主啊，攻破这些黑暗权势的营垒，败坏撒旦的诡计。主啊，我们奉你的名来兴起更多这些代祷者来到你的面前。哦，主啊，让他们有祷告的权柄。站在各个城门口主来守望来祷告，主奉你名，我们要一起同心而来迎接神你复兴的到来。主，我们要奉你名一起来经历着神你兴起这些祭坛的勇士来敬拜你，赐给你这样不动摇的信心，来经历在信心里面看见盼望，盼望里面我们就看见能力，能力里面就看见刚强。主，谢谢你，谢谢你，我们将这些仰望。哈利路亚！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要赞美你，我们要来称颂你。主啊，我们要来仰望你。主啊，唯有你是我们的主，唯有你是我们的主。主啊，如同这段经文说，撒旦魔鬼好像那个随地在那里遍地游行的狮子，要寻找可吞吃的人。主啊，但你却保护保守我们，你让我们在你的带领当中不致遭害。你成为我们的牧者，让我们所走的道路因着主你话语、你圣灵的带领跟引导，使我们走向那个充满盼望、那个充满主你恩典的道路。主，我们恳求主你在这个时候也来兴起在我们当中，在我们弟兄姐妹当中那个祷告回应主你祷告的心，使我们不论在哪个地方，主，我们每当想起，我们每当到这个时刻，主，我们就要来到你的面前。主啊，就像亚伯拉罕不断在各个地方建立祭坛，建立祭坛。主啊，带上你属神属灵的样式，在这个地方充满主你的荣耀，在这个地方要充满主你兴起的画面的话语在我们当中。谢谢你与我们同在，主，我们赞美你，你是配得我们赞美的主，你是守望我们的主，你是从过去到如今到未来与我们同在，带领我们，让我们来胜过软弱试探，使我们的生命能够刚强站立的主。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弟兄姐妹们一起站立，我们用这首诗歌再来宣告神的应许不变在我们当中，我们一起站立。主赐给我不动摇的信心，爱浪之中你伸出大手拉住我，求除去我心中所有的怀疑，旷野之中紧紧的追逐我主，海浪之中我必不脆弱，旷野之中我必不迷路，不退缩也不害怕，不动摇也不放弃，因我深信你应许不改变。困难之中我仍然赞美
行在水面的信心，刚强壮胆的前行。我的神必在前面为我征战。海浪之中，我必不沉沦；旷野之中，我必不迷路。不退缩，也不害怕。不动摇，也不放弃，因我深信你应许不改变。困难之中，我仍然赞美；疑惑之中，我仍然祷告。行在水面的信心，刚强壮胆的前行。我的神必在前面为我征战。我的祷告，无论求什么，只要相信就必得着。我的祷告，无论求什么，只要相信，只要相信，只要相信，就必得着。海浪之中，我必不沉沦；旷野之中，我必不迷路。不退缩，也不害怕。不动摇，也不放弃，因我深信你应许不改变。困难之中，我仍然赞美；疑惑之中，我仍然祷告。行在水面的信心，刚强壮胆的前行。我的神必在前面为我征战。行在水面的信心，刚强壮胆的前行。我的神必在前面为我征战。行在水面的信心，刚强壮胆的前行。我的神必在前面为我征战。哈利路亚！拍掌荣耀归我们的主。主，我们要感谢赞美你，因为你是允许不变的主，因为你是允许必定成就应验的主。主啊，赐给我们不动摇的信心。即使是在困境当中，我们仍然要赞美；即使是在困难当中、是疑惑当中，我们仍然要祷告。祷告，祷告，直到看见应许成就为止。谢谢耶稣，谢谢耶稣，是给我们有圣灵的同在，让我们不知道祷告的时候，不知道怎样祷告来寻求你的时候，依然圣灵为我们来祷告，是吧？赐给我们能力，能够捆绑这些黑暗的权势。祷告，直到看见你的心意成就，应许成就。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哈利路亚！再一次将荣耀归我们的主，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愿主与你们同在，赐给你们平安。弟兄姐妹，请坐。